各位嘉賓、各位傳媒朋友，大家好，歡迎大家嚟到第50屆香港國際電影節記者招待會。50年係一個好重要嘅里程碑，亦都可能係象徵住一段全新旅程嘅開始。我哋今年係以超越50，感想未來為主題。我哋非常榮幸能夠邀請到2位演員擔任呢一屆嘅電影節大使。第一位係袁麗琳小姐，佢係第2年擔任我哋嘅大使。第二位呢，就係胡子彤先生。我相信人係需要電影，人係需要文學，人嘅內心係需要滋養。我會覺得未來電影可能就會創作新穎同埋以往嘅人情味。我哋今年咧特別設立咗感想未來亞洲大使，分別係屢獲影壇肯定嘅女演員王靜，另外亦都有係亞太區嘅人氣男演員 Winmeta Win Oba Imkajan。呢一屆嘅焦點影人係電影節淵源深厚嘅賈樟柯先生，係當代華語影壇最具影響力嘅創作人之一。我會參加電影節舉辦的名家講座。到時候跟大家在香港見面。第50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嘅開幕電影係入圍第76屆柏林國際影展主競賽單元，陳哲藝導演《我們不是陌生人》。呢個時候要介紹嘅係閉幕電影，由香港導演翁子光執導嘅劇情電影《超風》。呢一部電影喺今年初入圍鹿特丹國際電影節大銀幕競賽單元。今屆嘅香港國際電影節亦都有3套香港電影係世界首映，準備送俾大家嘅。第一部係邱禮濤執導嘅懸疑犯罪劇情片《我們不是什麼》。緊接落嚟咧，介紹就係第2套，同樣都係世界首映，導演黃浩然執導嘅《廚師法版》。繼續要介紹嘅係第3套世界首映嘅電影，係第7屆首部劇情片獎專業組嘅得獎作品，湯仲昇執導嘅劇情片《大分屏》，主要演員有鄧麗欣、周秀娜 AK。我哋亦都十分高興能夠邀請到多位國際知名嘅影人嚟香港，包括法國嘅影后 Juliette Binoche、匈牙利著名導演 Ildikó Enyedi， 佢嘅新作《寂靜嘅朋友》係由梁朝偉主演嘅。同埋中國第5代導演嘅代表陳凱歌、田壯壯同埋黃建新等，為咗慶祝金禧，我哋特別策劃咗超越50香港國際電影節金禧紀念展。香港管弦樂團再度同我哋攜手呈現《花樣年華》電影音樂會嘅亞洲首映。今屆嘅大會咧，選映咗嚟自71個國家同地區，一共215部嘅影片，當中包括有11部係世界首映、4部國際首映同埋49部亞洲首映，合共有322場嘅放映場次。我哋期待喺4月1號至12號同大家喺第50屆香港國際電影節再見，多謝大家。